没。顺便去打个鱼的，你也给说是老少爷别下去过。他擦出来，你鼓动的。两国家去的，电眼那么。水嘛？阿姨，我洗的。水嘛？阿姨，我洗的。阿姨，他公过来。对没？啊，我这里俺小个姐，现在公司俺小个姐过来，我得再我就把电话机的电话找不着。其实那钱数，看什么好没出？哎呀，等俺现在盘着赶个单脚，等俺给我办几个，那这样么？好，江总，江总，哎，啊，我这个这一块，上班后可挺大全部那个，是的，上干不来的。좀 사사시고. 이 너가도 내 손을 찾아요. 나도 남았대요. 잠이 쓰리죠. 저기 나 로이 돌시고. 나도 남았대요. 뭐야? लगे करना
摇摇起来，那给第二个场馆上取消行了。哎，他中方那么买的这样的七星的炸鸡了的。这样，那给呢？给去送一个。那给当然你们开始去送个的，你这边你看你送的，听我跟着去别的。中山连接给给他这个。先进去喝茶吧。我就不进去了。人已经走了，不要太难过，保重身体。那把电掉过。你阿妈家地保户的事情，村里已经定下来了，你任何时候来签个字就行。谢谢。那我先走了。工具就要这样练。你妈生态的都大，这现在我给到了。当你这档子得药。
yo den Hilonda na no bondri da danala thodale zanyama chiba nyergo kama mandol tanda thosun de la ta to chukala ti ro ti lo mada asa ta chanjo shina ta ta ron tombo jarin tombo teni indun la changche tanda bu tanda kandam la chi to bebe jana tin diksa ri semenda ta asa jena ro de total kem he jo karina tanga to pogo hieta la tina chalo onda resto do te mai pa kan chawa tere sono jana sago ko salma do hieto o talere aya da che ge ro ya mo ma de pa da ngan do go Nyoma kokpan chinde yana tali dangar dalar kokani. Yarwa gongla samsaran chobar jendo cha yetan tomo wangan Yanje yinla janzo dakun je yarwa kunje yonde rago Yarwa shiba tamje dake tome to tamba chwa tamba Nye nanda zuba dunjo tamba menjo tan duku tamba Yarwa teta lanen chobar jenasa tamba nanda dunjo Sema parmara nyamba tan kopa chibaran papan chukun Java teta layan chobar jesuba kana lami jaje Java tanje layam zambu chula tepe topdak Java gongla samsaran chobar jendo cha yetan pamo wangan Lutan nga tan teki yije jang tiba dake jiba chenje Jira tanje dake sosor yasu ju jarwa kunda sanje Janjan namdan labdan mabak danduwa kunje suna kala Janje yinla janzo jakunje java kunje yonde rago Java jiba tanje dake Mola mormi, ago bai nazi deje, ujela joba damba, lumba loe zerganda ma, zigela da gandu. Rolon, Akor, chichiziko.
저 롬보 드립티 롬 드립티 처음엔 저는 말해서 걸어 저 롬보 드립티 나 로파 초마 그래티 제르마시 드립티 대 라마토니 제시대 라마토니 오 드립티 진사서 sai to da ta tare tan ke da ne za za ne ne kire ne ta ji ya ke ma ne oya ka ta mo ta to ni ro lo ta ne तंदे खाता में रोग लगे नहीं दारे दी दारे दरे सो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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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दारे दी दारे दरे सोम小胖，你开完会了吗？高少文？开完了，写那个会议记录呢。你知道吗？现在村里到处流传闹僵尸。闹僵尸？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还不清楚，现在要不要报警？先不要报警吧。上次咱们村流传闹鬼火，结果警察一来发现是个误会，这次肯定又是个误会吧？那现在怎么办？你先安抚一下村民，我这边收拾一下，马上回去。明天早上咱们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好的。不好了，都说尸体回来了，在马内队那里。什么？快点走吧。那绕路这个鱼龙、长龙、八龙、南龙，就跟着摇。南龙站在啥里？长龙、日龙、八龙上面摆的啥里？我给他中完过去的。怎么回事？昨天去埋葬尸体的村民看见尸体跑了，今天早上尸体就在那儿。小胖，过去看一眼。女的不能靠近。在那天，旺堆骑车回村，跟我们去德地妈妈家之前，我看见扎巴喝多了酒，骑着摩托车去山下，在路上。撒个车子啊！你这种年你干啥说的就没人？这真是你看到的吗？这是我推测的，但肯定8、9不离十。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光猜测也没用，咱们先去找旺堆，看他怎么说。走吧。完了，俺都罗龙去怎么了？这长得什么生活节呢？
来，他这丫头有这张毛，我他妈这个了，什么？哎，王队。你带着这么多干粮去哪里？给德基妈妈送饭去。是你把扎巴推下去的吧？你什么意思啊？你的亲弟死了呀？什么意思啊？干啥？你想干啥？你先去送饭吧，一会儿我们过来找你。怎么回事？怎么还打上了呢？这小子不承认，现在怎么办？他逃跑了怎么办呀？要不咱们现在去悬崖下面看看？去吧。大错，我们准备去悬崖下面看看。你们谁对路况比较熟啊？这个牧民扎西比较熟，他在里面，我去叫他。哎，要不这样吧，你跟我们一起去，帮我们做翻译好吗？好的。他比较熟。看着我听。哦，就你们扎西在那见着我听。扎西。咱们一起下去吧。哎，那边有些东西。尸体是光着掉下去的，之前应该是村民的。应该是村民的。我先去问问，是不是村里人丢的衣服？好嘞，谢谢啊，没事。巴桑夫人，除了你们家，我都询问过了。今天谁不在家，跟我说一下，我好登记。你看，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给巴桑打电话，他不接。要不您给他打，他不会不接吧？那当然，不接电话他就死定了。给不，快点，快点的，从这나는 미시 샤스기老马要那快速修的，快点。说是在开会。哎，好嘞。哎，今天打搅您了。哎呀，要么啊给。好嘞，好嘞。
他要不开的嘞？他的这么一劲搞，真的这个家的是。他要不开，是的。哎呦！大概第四年了出去。我的第四年去。不过前头啊，真的，安逸过。安逸。过。安逸去。哎呀。呀，大年就可把大用啊！哎呀，来，出去了。好，出去。哎呀，哦。行。空包个地面。哎呀。我天都。哎呀。不要，拿出去。哎呀，要么个。哎呀，要么。对，光大节目辛苦。哎呀。哎呀，这两个。对。王队再说的，该结束。真的是个今天好我们兄弟，最近你妈这里这边的现在跟同样民族，两个现在头发啥样子的，那个不比起来。我明年就盯着金马了不？他看着帮他的什么？东老找的个怎么着？你们都哈拉少些个，东阳让个你头直接带着家。啥你要中把能做过呢？都跟强干满洲进来干嘛的？喂，那正到一个，不过等那路线看就是两多了啊。妈的，你吃面了？你说要是家让么说？他是帮我学做的就，是你马上只能就我们了。我做了到底可别做呢，自己团这样嘛的。公主，他这里马自己了啊，马到多差几年噻，马上已经明天派我去看小人了。哎呀。喂。可是你妈啷个？拿到地基住面了，他的地基马大。你地基搞的是啥名吧？这年人嘞。王局，你知道，这个是年叫那个玩研究，这个才是3岁。爹，你听他真的，你听不对？多啊姐，你怎么说？他是西门王当的的，全部都搁在西门王不？哎，走。对，你看，哎。这是的。喂，看他爹说的真是嘛对的。那是不的我俺这里有这个。亲啊姐。我这他当年的几年那个啊，然后就是他也别像那这个东西，搞完这个那的，挺高调的。没现在单的制作地点，俺你说的呢，两个把搞过来的吧？那都儿子，然后没这些来个的车就点点吧，来个的车吧，看这个，没现在俺这种嘛，金融面板买的。啊？你妈让给俺看这个，当初咱就是这个，让俺那铺上去呗。这样摸了的是我看这超简单的，让铺上家哎。数年一百，呀，得许的。那个老早了吧？还是家里家的。是。没现在让单的超简单的人，俺我是吃的。没错，俺叔叔这样从小就吃的嘛，我查过来都哪里好说。兄弟，超地基两50嘛对不？这把个地基开到这么简单，地基个ga치要저리 저기가 저 더러 거 세사 오늘。你想呢？地基这个连马上全部是这样，从今天他都是错，你们这家我这些都没有。这下，他们让我买的，他们让俺想买的，俺儿子们顶着去。
小爸，哎，大叔，从这家对来跟小爸的，送你一斤米酒，从这样落回来的话，这3年能够跟人听把去了，让这谈什么事？给爸爸去记。对。来，姑娘们，你们今天把我的大哥陪好，你们的小费不会少的啊！哎，谢谢哥，谢谢哥，来媳妇们，新哥有一个，2个，谢谢。哎，怎么了？来。今天差不多用的啥？没事。从村那里从速度，从的才能那可都落中了。俺中了。Kasih Bapak. Jelas. Saya apa? 大哥，这要么就这么做这样啊，做这样啊，我满意。要，我总那个地址，但你叫人家啰嗦。这个你地址可都是着。我这等下就可不单。我呀，这俺呀哪是着？对，sama那个。对。我呀，对，你等会儿。走，呀。我回来喽。包老板回来了。哎。坐吧。哦，我不坐。关于低保户的事儿。小花，你过来一下。哎，我买了个新手机，你看这怎么用？哎，对，你给我设个密码。好嘞。设置什么密码？6个8。6个8。哎，好的。巴老板，这就是摄像。哦，我看。哦，这个像素不错。哇！巴老板，哎，村里低保户的事情，跟往年办就一样呗。巴桑，这样不太好吧？有啥子不好嘛？这个时候我说了算。第6，加强作风建设，官僚。据群众反映，咱们村往年的低保户家庭条件都还很不错，大部分都是您的亲戚啊。昨天村里开会落实低保户新政策，你们家不在。往年的低保户啊，那你们准备哪几家列入那个低保户啊？昨天村里和每户的村民家庭开了会，大家一致认为央金家、平措家还有德基的妈妈家这3家是最困难的。其中德基拉姆的妈妈家是村里条件最差的困难户。对，德基拉姆家一定要列入。我先回家一趟。啊，好。哎。
呀，上马去说一下哟。都俺啷的了，那个。哎，你那个听着蛮紧我猜。是我这就中给那么的，哎，俺这个，我那么。听着蛮紧的。喂，吃了的噻，可爬上上去就3家的嘞。哦呀，这个对就写这个，他可是我年的马过，等哪口都说啊，我老少这哦。好呀。你要咋的？我这水桶的。阿拉你也懂的。好了，上去有什么？全给阿拉水桶的啊！有什么？呀，可是这吧，是老周家。应该，咱忙着呢。不弄这个让我们干啥？说不起这个。呀，那就马走了说，俺在那来个地子鱼，啥时候你去看我家？呀，来，俺走了，就走这个。呀，可抢出来了。抢抓不到的。那俺钱包忙不动啊，咱抢出那3多钱嘛去管。呀，那咋要嘛？俺抢出那小如果抓不到的，20这啊，那个东西嘞。俺们走，来。呀，咱俩东西好。呀，咱这个哥，咱说。呀。咱就说，好呀，上一个，好呀，上。好呀，这样。好了一个。没等着不了，那么要不到这去下去。你们这些可挖清吧？现在老用的，都吓死就，一大群哦。阿嬷，一波来插头啊！呀，来插几桶啊！呀，插桶，一步，姐，呀，
还行不多个？大家弄俺2个月。这我这个。送，我送来送。带他出去。呀，给不？就。诸位。啊。是啦，继续。不要继续。不错。喂，什么？知道衣服是谁的了？知道悬崖下的衣服是谁的了？他们在路上等我们。大娃，你的衣服怎么会在悬崖下面？那，这个高热的清晨就扎起的那样的了。怎么回事？他说突然有个尸体掉下来，他就跑了。我就说没有僵尸嘛。那他的死因是？那军人的尸体里的这把人们的上面的。这怎么有违章票？啊，小张，那听歌。哎，咋了？现在报警吗？喂，是派出所吗？我要报警。学长。
长米啊，有长米。我这一天是，今天做的我好嘛，来，你们这个是的，啊，那个，然后你如何？可以啊。对吗？这个东西，你看，哪点个这个？我感觉应该就能就这点的。我这年不的，这样个垃圾的批来的。哇，这个钱嘛。我是他们都报的下，今天没有结清，我这结完了3笔的。啊，真的小多哎，差不少的嘛啦的，我也就蛮多呗。虽然这么知道。啥意思呢？我那没吃噻。他妈是啥子？咱们是俺想法的，俺儿子们顶着去。汪队真说过这样的话？是啊，前几天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汪队说要烧了场，他说的时候还把酒罐子给捏扁了，浑身都是杀气。江菜，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这就去找汪队。好查查他。好的好的，我们这就去。这样啊，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听说你们去了悬崖，你们应该饿了吧？进屋吃点东西。我们吃过了，你给我来一下。走吧。我给你们倒杯茶。你别客气了，我们不喝茶。你也来坐吧。没事。来，喝茶。不喝了，不喝了，我说了不喝。你不喜欢喝速热茶是吧？没事，我给你倒杯奶茶。你少装蒜。怎么了？你小子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没事，我去拿奶茶。汪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没有啊，你干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那天我从省美回来，是你们叫我去德基妈妈家做翻译的。说扎巴的事。扎巴。快点，别把我擦冻死。看不是。快别去搞搞，这么做啊，我做下去。没事忘了，哎。我们这要去德杰妈妈家，给我们做个翻译好吗？
那我先摩托车停那儿。啊，好。哎，王队，你的手怎么了？没事，不小心摔伤的。我先摩托车停。来，我帮你停。让我先把包去。我就说嘛，这小子狡猾的很，不使绝招，他是不会说实话了。王队，你在同学聚会上说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了。你还想狡辩呀？气死我了！本想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已经报警了。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没有杀渣吧？你去跟警察说吧。王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2具尸体呢？这件事跟德基有关系吗？如果跟德基有关系，德基家里办低保户的事情也要放一放了。我看警察到哪了？您好，你们到哪了？快一点，我们有新的线索了。等一下，我杀了巴桑。什么？我杀了巴桑。刚才阿妈的意思是说户口本在德基家是吗？是啊。那你跟德基说一下，让他带着身份证和户口本来村委会办手续。好，那我就通知一下德基。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先走了，拜拜。또 딱 근데 저래.明天的10年了，你都当起。我是，我你没吃下着，如果其他人兄弟。你给他有嘛的？你给他找不下，找不下活主人，弟弟鸟是弟弟擦主人。근데 저래. 나 요거 탐시 시작한다.那你啥子？你看这是他人是追着。是。用말이 아니 지는 니 아무나 주죠 근데 저래. 제가 정수미 하고는 언니 내 라보세요 말이. 아무나 주죠. 자기한테 주수 줘래.弟弟找快看看你搁外面还给我말해。让놈이 근데 저래.大人，弟弟说的没事情，刚才没说我给他给我말해。说没有肯定收了。啥别大人，没làm sao还回来。这口口都一样的嘛，有些好。没先给同来了，得别中间洗不来生不来。
喂，你给我动给。让国家还觉得，电影让他跑了。所以嘛。阿姨过去的。所以嘛。阿姨过去的。阿姨阿哥请那个来。对没？这个白是喏，阿哥对俺先喏了，让我狗生，俺对你小看给了狗子了，没再我就没。电话接的电话找我这。其实那清楚，还是没好么？哎呀，你俺先的盘着赶紧打叫。等咱们上去。你还好意思来找我领工资？家里有事急需用钱。我告诉你，就你们那点钱都不够赔人家主席了，知道吗？就这我都已经赔了不少钱给他了。啊，我的员工要是都按你们这么干的话，那我这酒店还怎么开呀？没把你们俩开除，已经是给了你们俩天大的面子，知道吗？别吵了，走开走开，走。这儿没约好么做？好么做？真的呀！但你出钱不听这拉不的，我那边上前途民度，你我连手搞着。你可你来来就这可不是你来跟这可嘛对？没今天明了你给再没吧？你隔了一次我来修嘞。今明俺来这他。上徐国秀，发现扎巴不在了，我有了私心，我和德吉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如果大家知道巴桑死在德吉家，即使和德吉没有关系，也会受到歧视。当务之急就是处理掉巴桑的尸体。从那看上哪上考过是的，这考给老大的钱给等谁知道了。村里流传闹僵尸，我们这边有个说法，僵尸跑到马尼堆就会停下。于是我就将错就错，把扎巴的尸体放到马尼堆那边了。
德吉，你要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看我能不能帮助你们。旺堆把他知道的事情都说了，说他杀了巴桑。Sartori wuzene Kase dawa sarso Magi ame sere Ila pokortizon Magi ame sere Ila pokortizon Ai ai alani Magi hama ai ai 可惜的嘞。不错，这是那个什么酒？青稞酒。你要哪的？我的水桶呢？ 알아, 얘 놈이. 하라사히 육사나 총이 알아 수통세 아. 육삼.巴桑啦。哦，对，你就当这些的。对，这个阿妹有交给，这是没的，明天。对。啊嘞。我的，阿拉吃起东。哦。你这么死，你这么死。 这个房子，这啊！我这个有人家。당연히 진짜 내 욕말이 많이 원래 쉬가죠. 랑나래 니那个자기 여래. 원래 니 쉬가 친구. 이내 랑에 니 몰라라. 내가 밥다 아메자 로교슬라 브로. 욕말이 로디게나 랑게 내 돈달 또 진짜 냐우리 你从看这里面让给他鼓励，现在你是不是你为了说情况？你打浪啥马亲戚拉起来，今天俺们拉给参谋说这，等下你们都为了说着。啥亲呢？俺就我肯定是笑嘞。他肯定笑嘞。啥笑嘛的？ 今年是你拉起两个情况。有啊，是你拉起两个亲。谈的引起俺们自己打起来着。是啊，俺们这打起来着。
你说的那些问题，等到前面，这你卡拉达没做啥个给他用的。他就女多后面。咱们上去吧。妈妈中间那去，让给这下才是在，妈妈打工提着是了吧？等到他们住宿那个你们能不能去清楚了？这我那中间呗。行吧，人家拉上路。家属呢？拉上路了。真多。行吧的。对，这样吧。我啥子前辈去做我去，你俺们的就让给记到这去啊。啥叫给他看中了？看他去做我去，可能你让给要自己到这去啊。错，这可能我要买些嘛听，对，俺妈的阿公给要买单的嘞，就是这么贵。我也是。那你请上地是的。我不信，这件事真的和汪队无关，都是我做的。乡亲们，乡亲们，很不幸的告诉大家，昨天从悬崖上掉下来的尸体是村民巴桑的，马尼堆的尸体是汪堆放上去的。所以没有僵尸，巴桑是死在德吉家的，也就是说，他的死和德吉与汪堆有关。我知道他们都是老实人，刚才我也分别问了2个人事情发生的经过，但是都没有说实话，我也很难帮到他们。长眉个先生的，2个弟弟kim上的，中南店被kim上的这。一年落地的进到800块，新家子的，地基的，阿巴当结不你，现在新娃个到了，这嘛那个浪花了推进中的，可你婆婆你面刚了的，没人马大把地基给阿妹，800才经纬亚个亲不嘞，一年快说说买呀吧，咋个才子的地基阿妈能纬亚就不嘞？他们第一天吧，女舅们都把车人带了。第一天上他所说的，顶多是买个车不嘞？我那个叫女舅兔子中不嘞？
你那的那卡扎么都被古巴的这瞧着。我让阿妈是那，那他就不跑了。个弟弟第一毛几个亲生艰苦的，找不到。巴上出你个军人相家，第一不留个钱都那么找我当不的。老天呐，找不回第一了，东安个这次这样吧，中场面个还好不的，第一年个学姐也保密，我让他都不顶着通军队门都，但是他们没让他招摇嘛的，他们连帮俺语。我也一直相信他们没有杀人，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我只是一个驻村干部，能力有限，但是我会尽力帮助他们。请大家相信警察会查清楚一切的。警察快到了。拿来。好像是巴桑的新手机。阿佳，我是高小文，麻烦您来一趟德吉家。哎。你爬上的，我感觉可是我的。花朵，巴桑花朵，马上来不的。喂，爬上。阿佳。阿佳。证据，有证据了。你看这个视频，自己摔死的。快嘞，那么多看着啷个月啊？说西说是。出て。おいや。저기, 니 저기 아무게 이번 민타 대도 갈래 뭐 잡인다. 소지. 마사잖아. 이번 민디 미신다 제도와. 얘네래 니 인지 미지 저 아마를 줄 나온다. 我也知道。就跟俺了，也就跟着做年的吧。我也知道我这。你这马子，你这马子，这个马子，我这个人家，我什么去？这叫给家电把怎么写起来？
你也接不了的错。咱们现在米一起去你要买的，咱们第一起对。我一起做也没结果了呀。这把你也给塞没死了呢，全做一起几个这边。